1月25節咁樣講到，你上帝창出嘅，佢當初창本一個人類都係永久嘅生命啊！在約翰35節咁樣講到，係嚟曬相信每個人相信都得到永久嘅生命，因為上帝嘅當初창出本一個人類，佢창出有永久嘅生命，係嚟曬相信耶穌係一個救主，係一個上帝，係一個天父，得到永久嘅生命，呢都十分貴特嘅，因為天下耶穌做了本一個人類嘅，佢喺十字架死了，擔十架刀殺嘅錯，十架刀殺嘅罪，係嚟曬相信佢啥，十架嘅罪俾佢赦免hết，十架就得到永久嘅生命，十架相信佢啊，就得到啊，係講十架心中嘅相信，在你要信任嘅十架救主，係個上帝，十架得到佢창出永久嘅生命，我祝大家得到一永久嘅生命，阿門。